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特不靠谱，聊一聊建国聊一聊特朗普以及他那个小集团。显然如果这一期是专门聊特不靠谱的，所以我这里先打个预防针就是划船粉这最好不要看，走开这个特朗普最近又搞了一个丑闻。当然这个丑闻我觉得打个引号。什么丑闻呢？就是特不靠谱的小集团他们开一个非常秘密的军事会议。这个军事会议干啥呢？要对也门就是妥协军发动军事打击。哥几个准备聊一聊怎么对也门武装发动打击。结果这个特不靠谱小集团在一个群聊软件叫信号，他们拉个群在里面聊天，结果把一个记者给拉到这个群里去了。关键是这个记者他是大西洋月刊的，是个主编还是什么人？这我们假设吧，便于理解就类似于环球时报的胡一进老师。这个就是大西洋月刊的叫杰弗里·戈德堡，把他拉到群里面去了。关键是好像大西洋月刊他跟那个纽约时报一样，跟特朗普不对付他专门盯着特朗普的丑事报道，好像就是反特朗普的，应该这么理解。至少他们不是一个阵营，结局大家就知道了根据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记者戈德堡说法他自己都难以相信，他怎么会参加这么机密的会议呢？他潜伏在这个群里面，直到炸弹真的在也门落下，他才确认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现实你说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看看这个大西洋月刊这个记者叫戈德堡，他的自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3月15号下午2点前，美国东部时间他说全世界得知美国开始轰炸也门的胡塞目标。然而早在这第一颗炸弹爆炸前的2小时，我就已经觉察到这次袭击可能会发生。原因很简单，说国防部长皮特·豪克塞斯在上午11点44分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里面详细列出了战争计划，包括武器的具体信息、打击目标和时间安排。这个记者说收到一个信息这里面这么机密我告诉你我们要收到这样的信息，第一反应肯定是诈骗，又是缅甸那边对吧？这个电诈余毒在闹事。但是美国人没经历过这个。这个戈德堡说这个事需要好好解释一下。他说故事的起点得追溯到2023年10月，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南部不久后，胡塞组织一个由伊朗支持的恐怖团体，他们的口号是真主至大，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诅咒犹太人，伊斯兰胜利。这个是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记者戈德堡他对胡塞武装的一个定义一个解释。他说迅速对以色列和国际航运发起攻击，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混乱。整个2024年，拜登政府都没能有效遏制胡塞的挑衅，而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则承诺采取更强硬的回击措施。我在节目里面我已经介绍过咱们上海市有一位领导在谈到上海经济受影响的时候这个经济没有达到预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红海危机导致航运成本上升，导致我们的很多远洋航运要绕道好望角，成本时间对吧？这个都急剧上升，不利于上海经济。所以说很多这个拖鞋军的爱好者追随者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在为那个拖鞋军冲着那个红海发那个火箭弹而欢欣鼓舞。确实这个难以理解不太好理解。睡地下室啃馒头吃方便面，但是他也愿意看到这个拖鞋军朝红海里面扔炮弹。他理解不了全球航运的对吧几十都跟中国有关他们会大骂李超人把港口的经营权卖掉，但是他们不会谴责，他们支持拖鞋军在这个全球航运最繁忙的咽喉要道制造骚乱。他就是这么分裂，你不服是不行的。当然我也说回了这个大西洋月刊这个记者说这就牵涉到我和皮特·豪克塞斯的关系了。3月11日星期二，他说我在信号上收到一个名叫沃尔茨的用户发来的添加请求。这个信号是一款开源的加密消息应用，很受记者和追求更高隐私保护的人群欢迎。他说我猜这个迈克尔·沃尔茨可能是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不过我无法确认这是否真是他本人这个能理解就像你在微信里拉群对吧？然后你被莫名其妙拉到一个群里面，那群里面全是李超人、
马云，对吧？马化腾，这个张一鸣，你是什么样一个感受呢？我以前见过他，所以他联系我倒也不算太离谱，也就是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记者他相信了啊，认为这就是沃尔茨。但考虑到特朗普政府与记者关系向来紧张，但是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有时会特别针对我。你看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哥们儿跟特朗普就不对付，他说这件事还是显得有些蹊跷。我立刻怀疑可能有人冒充沃尔茨，想设个圈套引我上钩。如今这种事并不少见，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会故意诱导记者泄露信息，然后借此攻击他们。他说尽管如此啊，我还是接受了添加请求，希望这真是国家安全顾问本人，也期待他可能是想聊一聊乌克兰、伊朗或其他重大议题。大概其就是接受记者采访呗，给你一个机会，也想通过这个记者向外放放风，对吧？所以说很多记者就是心知肚明，万一要是真的呢？说2天后的星期四下午4点28分，我收到通知，被拉进了一个名叫胡塞 PC 小组的信号群聊，进群了啊。首先是加好友，因为这个信号这个软件我没用过，估计是你得先加好友，然后才能把这好友拉进群。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也差不多吧。那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叫哥德堡啊，先被沃尔茨拉进群，然后过了2天，先被沃尔茨加好友，然后过了2天被拉进一个胡塞 PC 小组的群聊，还是这个沃尔茨啊，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我的副手亚历克斯·黄正在召集一个由副手和各机构参谋长组成的特别小组，落实今早情况室会议的任务，具体内容今晚晚些时候会发出来。他接着说啊，请你提供你们团队中最适合的联系人，方便我们这几天和周末协调，谢谢。那就是在工作群里面安排工作了呗，就各个部门对吧？你们要找一个接口人呢，就是协调人。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也要每个协调人对吧，便于协调啊，各个部门统一行动啊。所谓核心小组，通常是指由最高级别国家安全员官员组成的团队，包括国防部长、国务卿、财务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然后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戈登堡啊，他说啊，我啊从未被邀请参加过白宫的核心小组会议，我多年报道国家安全事务的经历中，也从未听说这种会议会在一个商用消息应用上进行。确实啊，我也理解不了，这么高级别的会议居然是在一个聊天软件里面完成。即便这个聊天软件再加密，也显得儿戏啊，显得特朗普这个小集团呢叫举重若轻呢，视一切为儿戏。说1分钟后，一个只显示叫迈尔的人，实际上他说啊，他解释这个人就是卢比奥，回复到啊，说国务院这边是尼达姆，也就是每个部门开始指定自己的接口人了，协调人，具体对接的人了。然后这个说万斯啊，写道说副总统这边是安迪贝克。1分钟以后啊，一个叫 TG 的这个作者说啊，很有可能是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当然了，就是假如都是假的话，那肯定就是冒充加巴德的人。写道啊，说情报总监这边是乔肯特。然后9分钟后，这个财政部长叫贝森特发言，是吧？财政部这边是丹卡茨。下午4点53分，一个叫皮特豪格塞斯的用户写道，国防部这边是丹考德威尔。到了晚上6点34分，布莱恩写道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这边是布莱恩麦克马克。然后最主要的是啊，说中情局也安排了自己的一个这个叫联络人。当然这个记者说了，我不能公布这个人名字，说因为这个人现在还在情报部门工作，也就是这个人身份是保密的。核心小组似乎凑齐了，群里总共有18个人。这个沃尔茨拉了个18人的群，在里面聊怎么打击这个脱协军，然后再怎么协调，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位官员，特朗普中东和乌克兰谈判代表维特科夫，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就是那个马斯克啊亲自给他背包的那个女的，以及一个只显示 SM 的人，这我猜啊可能是斯蒂芬·米勒。然后这个记者啊，他在这个群里面显示的名字叫 JG。然后说星期四的群聊到此告一段落。收到沃尔茨关于胡塞 PC 小组的消息后，我和几个同事讨论了一下，我们怀疑这些信息可能是某种虚假行动，
可能是外国情报机构所为，或者更有可能是一个喜欢搞乱的媒体组织。我想正常人都会这么想吧。假如哪天你要被拉进一个什么群，对吧？这个群里面我刚才说了啊，显示的是首先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面是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再下面是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说你要进了这样的群，你会怎么想？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提的这个乌克兰和平方案被人采纳了吧？人家找你讨论呢，说不定还真有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记者啊，什么没见过，所以他很怀疑这个群聊的真实性，因为我无法相信美国国家安全领导层会在信号上，也就是群聊软件上讨论即将发动的战争计划，更别提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会如此大意，把大西洋月刊的主编拉进一个包括副总统在内的高官讨论群。这个群里面没有特朗普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说第二天事情变得更加离奇了。说3月14号星期五早上8点05分，迈克尔·沃尔茨在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说你们应该已经在高保密邮箱里看到了今天总统指示后的结论声明和任务分配。这个高保密邮箱大概指的就是美国真正的他们政府内部或者军方这种真正的通信或者是通讯的这种系统。他接着说国务院和国防部已经为区域盟友及伙伴准备了一份建议通知名单，参谋长联席会议今天上午会发出来一份未来几天更具体的事件时间表，我们会和国防部一起确保参谋长、副总统和总统都能收到简报。他说这时一场有趣的政策讨论拉开帷幕。8点16分，这个副总统万斯账号回复说，我今天要去密歇根参加一个经济活动，所以不在，但我觉得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问题是那一天万斯还真就在密歇根州。这个万斯继续写道他说美国只有 3% 的贸易走苏伊士运河，而欧洲有 40%， 公众可能不理解这一点，也搞不清这件事为什么重要。总统说过，最有利的理由是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万斯还抛出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毕竟副总统几乎从没公开偏离过特朗普的立场，说我不确定总统有没有意识到这跟他现在欧洲政策有多么矛盾。还有个风险是油价可能会出现中度到大幅上涨。他说我愿意支持团队的共识，把这些担忧先咽下去，但推迟1个月，先把这件事为什么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再看看经济走势，其实挺有道理的。这个万斯说的还符合他这个孤立主义身份这个反全球化的身份。这是欧洲人的事吗？欧洲贸易占 40%， 就是走红海这关我们什么事呢？说8点22分，一个标为乔肯特的人，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协调员接头人写道，他说现在没什么紧急情况非得逼着我们立即行动，1个月后我们的选择还是那些。也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反恐中心，他对打击这个拖鞋军是不太赞成的，跟那个万斯一样紧接着8点26分，我的信号软件收到一条来自拉特克里夫的消息，里面提到了一些可能与当前实际情报行动相关的内容。然后8点27分，国防部长叫郝克塞斯账号发来消息说副总统，也就是说万斯这个伟大的身体永远健康的副总统，他说我理解你的担忧，也完全支持你向总统提这些都是重要考量，大多数结果都很难预测，说的就是经济乌克兰和平加沙局势等等。他说我觉得无论如何传递信息都会很困难，也就是说向美国公众解释这个事情非常困难，因为没人知道胡塞武装是谁。也就是说你与其跟美国人解释说拖鞋军是干嘛的，是什么人，美国人搞不清楚，甚至美国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海在哪儿。这不是开玩笑不要以为美国人都这个叫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后这个海克萨斯说我们紧抓2点，抓住2个关键就行了。哪2个关键呢？一就是拜登把事情搞砸了，第二个伊朗在背后撑腰。这么一说美国人就懂了，原来又是拜登干的坏事这个拜登不行然后这个伊朗美国人知道伊朗说是伊朗在背后撑腰，行了这个就是宣传的这个核心要义宣
宣传的关键要害，对吧？你跟美国人说把嘴说破了，胡塞人都不知道是干啥的。但是你说这是拜登又干了又一件坏事，哎，美国人懂了。然后你再说这个背后啊是伊朗人，哎，美国人又懂了。这个海格塞斯接着说啊，说等几周或1个月不会彻底改变局面，但拖下去有2个直接风险。第一个，消息泄露，我们显得优柔寡断；第二个，说以色列抢先动手，说也就是加沙停火谈崩啊，就是以色列要先动手了。他说我们啊就没法按自己的节奏开场。他说这2者我们都能应对，我们已经准备好执行。如果让我投决定票，我觉得该干。他说这不是只关乎胡塞武装，我看是2件事：一，恢复航行自由，这是核心国家利益；二，重建威慑力。说拜登啊把这玩意弄丢了。他说当然我们也可以先等等，如果暂停，我会全力确保行动100%保密，欢迎其他意见。几分钟后啊，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的账号发了一条长消息，提到了贸易数据和欧洲海军的有限能力。不管是现在还是几周后，重开这些航道都得靠美国按总统的要求找我们正和国防部、国务院一起研究怎么算出相关成本，然后让欧洲人掏钱。你看看，成本要由欧洲人来担啊，发动战争啊，还是要欧洲人掏钱。然后这个8点45分，这个身体永远健康的万斯啊，他艾特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啊，这个你看这群里面啊，这很有画面感了啊。前面大家都是在里面发言，这回这个身体永远健康给国防部长直接对话，说如果你觉得该干，那就干吧。我只是讨厌再次救欧洲。说政府一直强调，美国海军保护国际航道，经济上受益的却是欧洲盟友。那这个海格塞斯被对吧副统帅点名了，那他3分钟后回复啊，说啊，副总统，我跟你一样讨厌欧洲老蹭我们的便车，太丢人了。但麦克说的对，我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干这事儿的，没人比得上，关键是时机。我觉得现在跟任何时候都差不多，毕竟总统指示要重开航道，我认为该干。不过总统还有24小时决定。就在这个时候啊，一直不发言的那个 SM 啊，他发言了，也就是中情局的那个协调员。他说我听总统的意思很明确，开绿灯，但我们得赶紧跟埃及和欧洲说清楚，我们想要什么回报，还得想好怎么强制执行。比如欧洲不掏钱怎么办？如果美国花大代价恢复航行自由，总得再捞点经济回报回来。然后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总编啊，他把那个聊天那个截屏啊全部发出来了。那一天最后一条消息是豪格塞斯在早上9点46分发的同意。看完这段对话，我觉得这场聊天挺像真的，从措辞到论点，这些消息听起来像是那些标示的人亲手写的，符合每个人的人设啊，每个人的观点。万斯就这个观点，那个海格塞斯也是那个观点，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有人模仿的，那至少是研究过他们，对吧？从他们说话的语气啊、论点、观点都吻合。他说要不然就是某个特别厉害的 AI 文本生成器搞出来的，也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呐，难道是 DeepSeek？ 他说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这可能是某种假消息操作或者一场模拟。更让我纳闷的是，群里居然没人注意到我在场。但如果这是个骗局，那模仿水平和对外交政策的洞察力还挺真惊人的。也就是说，如果是骗子的话，那是他们骗得太像了。这个事情还没结束啊，第二天早上，也就是3月15号星期六，事情变得更加离谱。上午11点44分，这个国防部长豪格塞斯账号在信号上发布了一条更新，他说我不会直接引用这条更新或之后某些消息的具体内容，因为其中提到的信息一旦被美国的敌人看到，可能会被用来伤害美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中央司令部负责区域内的军事和情报人员。也就是说啊，接下来这条消息因为过于真实啊，细节过于这个详细，所以都不能说啊。万一是真的，那你这个记者问题就大了，泄密啊。他说不过我可以提点来说明这场信号对话有多么大胆妄为。豪格塞斯的帖子详细描述了即将对也门发动打击的行动细节，
包括目标、美国计划使用的武器以及攻击的顺序。他说，唯一回复这条更新的是副统帅，这个身体永远健康的万斯写道啊，他说我会为胜利祈祷。这个群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副统帅一说啊，我会祈祷胜利，后面随后啊2个小跟班啊在群里面立马回复那个祈祷的表情包就上了。根据郝格塞斯那条长消息，第一波针对也门的爆炸将在2小时后，也就是东部时间下午1点45分开始。当时我正坐在超市停车场的车里等待，我心想，如果这个信号聊天是真的，胡塞的目标很快就会被炸。大约1点55分，我打开 X 搜索也门，果然首都萨那传来了爆炸的消息。我回到了信号频道。1点48分，沃尔茨在群里发了一条更新，他说我仍不会引用具体内容，只说他提到这次行动干得漂亮。几分钟后，约翰·拉特克里夫写道，开局不错。没过多久，沃尔茨回复了3个表情。哪3个表情呢？一个是拳头，一个是美国国旗，还有一个是火焰。原来这些大人物啊，聊天的时候也比较喜欢用表情包啊。其他人很快也加入了讨论，比如这个卢比奥啊写道，干得好，皮特和你的团队。这个白宫幕僚长发消息说啊，向所有人致敬，尤其是现场和中央司令部的人，真棒，上帝保佑。这个中东特使啊维特科夫回了5个表情，这个家伙加倍了，人家回1个、2个、3个的，他回5个表情，2只祈祷的手，1个鼓起的2头肌和2个美国国旗。之后的讨论还涉及对破坏程度的评估，比如某个具体人物可能已经丧命。据胡塞控制的也门卫生部称，这次袭击至少造成53人死亡，但这个数字尚未得到独立的核实。周日，沃尔茨在 ABC 的本周节目中亮相，将这次袭击与拜登政府更为犹豫的态度进行了对比。他说啊，这不是那种零星的反复拉锯，最后没有什么效果的攻击，这是一次压倒性的回应，直接瞄准了多名胡塞领导人，把他们干掉了。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信号聊天群几乎可以肯定是真实的。意识到这一点后，也就是说啊，这个在几个小时之前作者自己都难以想象。当他意识到啊，他真的被拉入了这么高级的一个群里面，他害怕了。作者说，我退出了群组，知道这会自动通知群主沃尔茨我已离开。群里似乎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之后也没人问我为什么退出，或者是更直接说我到底是谁。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叫哥德堡啊，阴差阳错的就这么旁听了，或者叫围观了，对吧？这个特朗普的小团体啊是如何打击胡塞武装的。说这个今天早些时候啊，我给沃尔茨发了邮件，并在他的信号账号上留了言。我还联系了国防部长豪格塞斯，然后拉特克里夫、加巴德等官员。在邮件中我列出了一些问题。胡塞 PC 小组真的是一个信号群吗？他们知不知道我被加进了这个群？有没有可能是故意加我的？如果不是，他们以为我是谁？加我进群时，或者我退出时，有人认出我了吗？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平时会用信号讨论敏感话题吗？他们觉得这种渠道会不会危害美国人员的安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布莱恩·休斯在2个小时后回复，证实了信号群的真实性。他写道啊，这看起来是一个真实的聊天记录，我们正在调查如何不小心加进了一个无关的号码。这个群显示了高级官员之间深入且周密的政策协调。胡塞行动的持续成功表明没有对部队或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万斯的发言人马丁则表示，尽管这些消息可能让人觉得副总统与总统存在分歧，但副总统完全支持总统。他说啊，副总统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确保总统的顾问们充分向他汇报内部讨论的内容啊。说万斯副总统坚定支持本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总统和副总统后来还聊过这件事，意见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啊，万斯是紧跟特朗普的，万斯是具有强烈的抗其意识，对吧？在万斯的脑海里面，身体永远健康啊，那就是叫什么什么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什么什么。作者说啊，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漏洞。国家安全官员使用
信号沟通并不稀奇，但通常只是用来安排会议或处理后勤事务，而不是详细讨论高度机密的军事行动。当然，我也从未听说哪个记者被拉进这种讨论。可以想象，沃尔茨通过信号协调国家安全相关的行动，可能违反了间谍法的多项规定。这部法律涉及国防信息的处理。根据美国的法律说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专门建立一个信号群，与内阁官员分享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信息，可能会触犯法律。这个记者还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沃尔茨将信号群里的一些消息设置为1周或4周后自动消失，这让人怀疑这些官员是否违反了联邦记录法，因为涉及官方行动的短信属于必须保存的记录。这个大西洋月刊这个主编戈德堡把这个事情披露以后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就到现在为止也是众说纷纭的，莫衷一是。这个特朗普似乎好像也默认了有这么回事。这个有记者问特朗普的时候特朗普他说也许只是个巧合，那记者是个卑鄙小人。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记者跟特朗普不对付。网友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从现在看，这个特朗普这个小团队小集体更像是个草台班子。俄罗斯著名的军事评论员雷巴尔在接受访问时说就是记者问他这特朗普政府还有这个新任的俄罗斯特使维特茨科夫，你觉得这人怎么样？结果这个雷巴尔激动的大笑不已说我们自己相不相信不重要，关键是脑袋空空的美国人相信就好。也就是作为主子俄罗斯人都嘲笑特朗普及其他的团队这种奴性，这种反制。就我现在感觉特朗普更像是上了台的这个夹头，越看越像，对吧？这个划船粉就是夹头粉，就夹头现在已经犯法了对吧？偷逃税款，但是夹头他在辩解，有吗？是我吗？那可是 MSN 机构干的。然后这个夹头粉就玩命给他洗地。特朗普现在这个情况也是的，他说什么都是有吗？我说过吗？他不承认，完了那个化妆粉就给他洗地，你不能批评他。首先第一个特朗普这个团队干出这种事情，我相信就因为他们的水平确实很低这种失误这个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失误，那这种失误完全有可能即使这次是假的，下一次一定会有真的。你看看特朗普那个团队构成，对吧？就是个草台班子，就是一个就特朗普现在用人为亲，就是你只要忠于特朗普你就可以干，只有你能力不重要。所以这个特朗普团队他第一届里面他的那个内阁他班子还是很多专业人士，但是他这第二任你基本上找不到专业人士，对吧？他第二任这些主要成员幕僚主打一个忠于特朗普。最近这个马斯克出席公众活动是吧？面对记者的时候他戴个小红帽子，那个红帽子我们以前介绍过吧，但是好像就是特朗普的这个专用的帽子，那叫什么？好像特朗普一切都是对的。这就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在美国重现，而且变得更加精炼，变成凡是，就是凡是特朗普说的就是对的。这个不值得关注吗？这个特朗普这个小集体他每次在记者会上先说的都是把特朗普夸一顿，特朗普是英明伟大。这白宫的网站现在风格已经开始接近这个朝鲜的这个政府网站了全部是特朗普，对吧？一直在赢，特朗普又赢了，对吧？特朗普又取得了成果，特朗普又怎么样了？所以说特朗普这个团队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家不要觉得什么不可能。我刚才说了，即便这次是假的，下次一定会有真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还是怀疑这是个叫故意为之，就是美国他政府他有这种传统，就是他很多信息他不能公开，对吧？但是他又像这个，他又需要通过媒体把它放出去，所以咱们经常看到什么这个彭博社，看到什么这个报那个报，对吧？说据知情人士透露，据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等等，他美国的传统就是这样，需要通过媒体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不过以前他都是通过跟自己关系好的媒体去放消息，这样第一个保证这个安全保密，第二个对吧？这个消息放出去不会用来被别人反过来利用但是现在只是特朗普他玩脱了，对吧？特朗普无所谓所以我就怀疑把这个大西洋月刊这个跟他不对付的记者拉进来，就是想利用他把这消息放出去。那既然这么干，你要达到个什么目的呢？事后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就我在想2024年这个小霸王和伊朗之间，神棍对吧？和小霸王两人有来有去的，互相放无人机，互相放导弹，互相这个还有对吧？小霸王派飞机过去轰炸，双方各种报复。最后居然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对吧？重新定义了什么叫报复，什么意思呢？就提前把消息告诉你了，我要放多少颗导弹往哪儿打，对吧？你都知道了吧？
哎，那边说知道了，美方已经告诉了，好，然后呢，哎，咱们时间都说好了，这伊朗开始放导弹，那边开始拦截，然后这个美国还有英国驻什么中东的那些飞机啊，也跟着后面瞎忙活过去拦截，你看看全部击落，完了这个啊，伊朗说我报复了啊，小霸王反正没死人，没拦住的也都飞到海里去了，完了第二天小霸王还说我也要报复还击，哎，美国说了你不能乱来，但那不行啊，对吧？你伊朗轰炸了我就得反击啊，所以你看双方又来一回，这不就是双方信息传递的好吗？所以没有造成人员财产伤亡，但是大家面子都有了，都坚决不退步，坚决不让步，坚决报复。那这一次呢，这个美国轰炸胡塞武装，我已经说过了，实际上是得不偿失，没有用的，对吧？你美国那个导弹多贵呀，那胡塞他有什么东西值一颗导弹的钱呢？没有，对吧？你炸的越多，你亏的越多，就这么简单。说把胡塞的什么领导人给炸死了，这胡塞武装的缺领导人吗？这根本就不缺啊！你这领导人也很便宜，也不值那个导弹钱。也就是说，你只挣的越多，你亏的越多。所以啊，这个特朗普团队啊，它存在一种可能，也就是向胡塞武装释放一种某种信号，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俩人意思一下，对我打你，然后你呢就承认啊，我打疼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就行了，对吧？所以后面那个海格塞斯他不已经说了吗？你只要胡塞武装承诺啊，不再向红海那个美国的船只啊放那个火箭弹，咱们就一笔勾销了，不炸了。但是胡塞武装他硬气啊，他就是要放，反正你炸也炸不了什么东西。我在想啊，就很有可能这个特朗普小团队啊，他是想通过这个大西洋月刊这些记者把这消息放出去，对吧？也就是告诉胡塞武装我要炸你了，你该躲，对吧？之前的家伙藏起来，然后这个对吧，头最好躲到地堡里面，然后你们就配合一下，就把剧本告诉你，对吧？那个导弹的信息从哪儿起飞，他不是那记者说了吗？这信息不能披露啊，不就是想告诉胡塞武装，对吧？我要从哪儿发导弹，就像那个伊朗告诉小霸王一样，对吧？我要发射多少颗导弹，打哪儿，对吧？几点几分，剧透了嘛？按照剧本来，免得真的炸了不太好。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要告诉胡塞武装，对吧？你就配合一下，完了之后你就说，哎，我损失惨重，好了，以后再也不去攻击这个红海的这个航运。我想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但是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记者呢，没上当，他就没有披露。等到一切发生了，打完了之后他才披露，他也没泄密，也就是这个效果不好，对吧？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结果你看看，这美国就上道了。你说接下来是接着炸还是怎么办？胡塞武装他也不认输啊，接着炸，那特朗普他也觉得这有赔钱呢。这欧洲人倒是不付款怎么办呢？你要把胡塞武装搞定啊，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把伊朗搞定，要么就是你派地面部队过去把那个也门给占住，否则的话都解决不了，对吧？这两种对美国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不管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实际上都是反映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以及他的小团队啊，他所展现出的这种能力，对吧？治理能力。我们再看这个特朗普，他在俄乌战争这个调停这一块所表现出来的，那确实啊，能力堪忧啊，比拜登恐怕差远了。在特朗普及其小集团的这个加持之下，各种骚操作之下，美国越来越像个笑话。所以说，特朗普是美国的掘墓人呢，这个恐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